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我家己知影，我家己时间已经无偌多。美惠，有一件代志爱伫心里甲你讲。我世间感觉上大的骄傲，就是有你这尔乖巧的某囝。莫讲讲啊！我求你，我求你莫讲讲啊！我一摆若是无讲，以后恐惊都无机会。我靠，以后都靠你一个人，太坚强了，知影无？可怜妈妈想到亏了，唔通因为我想不到伤心，伊家己的身体好好开好起，哦。你会难受，干嘛代志？你看我的面子上，今日淡薄。搁较安怎讲？伫这个世界上，伊嘛敢若是一个白痴人讲，好无？叫你妈妈一摆。莫惊，是人欠你钱，我代志我后世人跟我说。莫惊，你问会放我一个人带你走，要行咱斗阵行。莫讲阿弟，你来给我。大姨，我看过你的事，看你两个兄弟，打你家。
公司的债务，你才叫吴律师专款处理。欠人的钱，都爱尽量还人，就是拢袂出，而且嘛唔通去连累他。董事长，你放心，我会请我的律师来解决这个债务。假使若毋是丽玲甲美惠，通济去爱着你，我相信你早就是我的囝孙，嘛要变甲这种局面。董事长，我阿玲，甲丽玲赶紧找到，伊这个查某囡仔啦。我实在袂放心。阿杰啊，你莫搁讲啊，好无你休困。美惠，我知影我无资格叫阿妈，我就是听想。我听林飞讲，已经在遮困几啊工了，我爬起休困者。你若继续安尼落去，身体免哪听进去啊？恁安尼无食无困，要哪会养食？对啦，林飞，我有订一只鸡要互阿公食，你也顺续食看。拜托，爬起休困来，紧来紧来紧来。李飞啊，按时要食寡啦。哎呀，拜托，免搁徛踮遐好无？坐落来，我拜托你，加减食大好无啦？坐，你食吼，你食，来。美贵啊，你也加减食一寡吼，来。哦，细粒哦，小吼，来，谢谢。紧食啦，搁伫遐咧看。对唔对？安尼食对，哦，紧食吼，你也紧食。诶？哪会无看到你阿妹啊？我叫伊转去啊。阮阿爸欠人遐尔济钱，留伊踮遮，只是加拖累伊的。讲到这个阿花，实在是足甘心的。本来骹软甲拜托，伊嘛唔肯转去，是美惠跪着才甲救，才勉强离开的。美惠啊，以后你有啥拍子？李律师，来底请。出来。郭律师，今天迄边安怎讲？桂律师，来啦，请坐。对吧？加济啦。遮坐。李慧啊，实在真歹势，银行呢已经决定将你的资料拢送去交换移去啊，恐惊还佫过2、3天啊，换移就会派人来查封你的厝啊。讲到这我就生气啦。当初是让阮公司生意做了好的时阵，莫讲过年过节来巴结阮董事长啦，平常时就来找阮董事长啦。这个阮董事长去做生意，去甲伊讲啊，插刀唔插我，袂是当作我是鬼安尼啦。应该有讲啥物时阵爱阮搬走？这真歹讲哦，只要是看厝脱手的时间，但是我个人估计起来咧，
这间厝的地点袂歹，是要接手的人一定真多。若说顺利来讲，免一个月的时间，这间厝就当透袂掉啊。若照安尼讲起来，我甲阮妈妈就敢若会当住一个月尔。袂用紧，我绝对唔答应。怪律师，讲到无啥物办法会当补助这间厝了。因为当初这间厝是1000万抵押银行的，除非你3工内有法度存出这笔钱，若无银行就有这个权利来套回这间厝。啥货啊？3工来摕1000万？对啊，毋对啊？这明明是要逼咱去抢银行嘛，对无？也毋过这间厝伫市面上介少也阁有2000万的价值。这1000万，我来想办法。小辉啊，转来啊！啊，恁董事长的后事拢办好势啊？妈，阿爸有伫咧无？有啊，你这有代志啊？阿爸，我有代志要请你帮忙。哦，你倒知人转来吼？甲人也毋是亲，也毋是戚，啊去无用遐济工，嘛差不多够气啊啦。换当恁爸若有3顿2底咧吼，毋知有迄个福气有无哦？哎哟，你嘛莫安尼，啊一个看到明辉就安尼甲骂袂煞，啊人明辉吼有代志要找你斗3工，啊你嘛安尼静静啊听伊讲完一下好无？你有话去讲啦，我讲是有真济代志等候我去处理的啦。阿爸，阮当时顶在生的时阵，甲银行借袂少钱，结果拢去互骗去，即马不但家己一条命赔去，却连大个所在也保袂掉啊！这我拢有听伊讲。伊安尼艰苦规半世人，最后煞去互上信用的人骗去，莫怪一个病咧吼，啊煞过身去。阿爸，这件代志讲起来我嘛有责任。当初就是因为我想过急要表现，无详细甲考虑这个计划风险性，才会害公司来破产。吃一回学一回啦。人咧讲不经一事不忠一智，啊你即摆毋就得着一个教训啦。是啦，阿爸，以后我一定会脚踏实地做代志。阿爸，我想要甲你借淡薄仔钱，替阮当初拄小辉间厝。哦，那安尼恁董事长迄间厝毋就计值钱几钱？伊甲银行贷1000万，3工内若是无用，迄间厝都爱去用查封拍卖。啊，1000万哦，啊哪遐尼济啦？阿爸，我知影这笔钱毋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是我保证，我将来我一定会还你。阿爸，我求你，你借我好唔好？无啊，你是甲恁爸当作咧开银行，还是咧印银票？我要倒去生仔钱是通借你。阿爸，咱会使以咱这间厝，还佫有你的工厂来去做抵押，安尼要借1000万应该无啥物问题呢。你说假！你先把你讲啥？你搁讲一遍。你安尼想东想西，想对恁爸遮来哦。啊，恁爸。啊有话好好讲就好，你哪着拍伊啦？今仔明辉吼，伊就是着急，毋才会想讲我要甲你借钱。阿爸，我知影安尼讲真伤你的心，但是美惠甲伊妈妈都要去互赶出来啊！阿爸，我求你，咱来救因好唔好？是啊，起来，唔免安尼啦，有话好好讲就好，起来。你别大误想啦，莫讲我无1000万，就是有吼，我也袂摕出来贴迄个无底洞。你按动作想看嘛？恁公司一个岛吼，负责啊欠了700-8千万，你即摆来还这1000万就到底，所有的债主拢总出来要讨钱啦。到迄个时阵，你要安怎安大了债主？要做啥物代头脑了想一下啦，啊！你若再讲讲吼，以后佫会起惨的啦。是的啦。明月走了。啊，伊无走，敢会煞会遐？囝有困难，倒转来厝内面要拜托你这个老爸甲斗相共。
你若唔甲斗相共就准煞，你著还搁安尼起骹动手甲伊拍，你安尼敢是做老爸起工心啦？宝玉啊，毋是我毋肯甲斗相共，我实在是无迄个气力通甲斗相共。你也知影，咱即间厝样样咧保袂牢啊咧，你是要叫我提啥物甲斗相共啦？你讲啥？咱即间厝啥拢会保袂牢？这一年外来，咱的工厂拢了是咧经营啦。我早就摕即间厝的所有犯罪，去银行底下借钱啦。哪会变到安尼啦？啊，你啥咱拢免甲我讲。甲你讲有啥物路用？是加一个人通好烦恼尔啦。上届无你买互明辉知影啊？毋通互明辉哦，一直甲你误会落去啊！误会就去误会嘛。反正伊家是一个人，操烦的家是也有够济。我甲讲，伊嘛无法度通甲斗头前。不如就我这老的，家一个想办法。其实吼，这嘛袂容易怪恁阿爸哦，无要甲你斗相共。迄1000万呢，毋是小数目的。你莫讲别人啊，干那我就好啊。你若雄雄叫我欠个什么几十万，迄会买我的命，我哪有法度对无？好啊啦，莫啉嘛啦。啊，即嘛毋是啉酒的时阵啦。啊，这条路若行袂通，咱毋着爱紧想看觅，看有别条路通好行无？迄美惠甲阿妹还咧等你消息呢，知无？对不起，美惠，我实在足无路用诶。你讲啊，你陪律师吼去银行讲咱啥款？啊，银行敢肯搁互咱延几工啊？我甲桂律师吼，两个有喙讲甲无烂，因坚持3工就3工啊，毋过1工也都毋肯啦。对啦，明辉啊，你甲恁爸借钱无？安尼这啥好？去也讲去啊！我若拄仔敲电话转互阮爸，伊嘛无借着钱，无要紧嘞，搁甲我骂啦，讲我若无转去下港市里吼，伊要拍算去台北找我算账。好啊啦，莫搁啉嘛！我无猜恁两个哦，拢是大学毕业生啦，啊拄着淡薄仔困难尔，都干那知影伫遮啉酒，斗想看觅啊，看迄美惠甲暗哦，还用个搬去倒位住啊？有啦，啊，迄个玲咧，恁这报纸已经连讲几啊工啊？啊，敢讲伊到即摆还袂转去厝个了？哦，这玲嘛是，这查某鬼啊，迄心肝遐尼强，啊，厝内发生遐尼大个代志，啊，拢无要转来，实在是吼。唔对唔对，敢会讲丽玲发生啥物意外，所以无看到报纸啊？我呸！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啊，咱丽玲也毋是3岁囡仔，伊家己也照顾家己啦。对啦，明辉啊，我看咱来加找2间报社吼，牵一下报纸。我相信丽玲若看到吼，一定会马上转来啦。找人起诉丽玲假有变故速回，啊讨啊明辉，无就恁哪会安尼牵啊？恁哪无直接甲因讲，因后壁翘去啊？好啦，我是反正讲丽玲若是看到吼，会忍受袂牢，所以才叫阿兔安尼顶的啦。兔啊，我拢做偌济要给你算者。你3伯兄弟啊，啊哪小我钱尔，你也咧甲我计较？你紧收起来，无我要受气哦。好好啦，阿兔啊，咱去附近踅踅，看有厝要出租无？总是爱替美惠甲伊妈妈先找一个大个所在再来讲啊。对，马上送我一份哦！来，我这钱拢不离哈，来，对，紧去甲伊想办法吼，做家厝的，来嘛，哈。美惠啊，
创啥哈？妈，这嘛，你哪还袂困啊？无啊，你一寡物件拢收了了，你是咧创啥物哈？妈，因为下晡替咱找有厝啊，明仔透早就用搬过啊。为什么？这是恁爸爸辛辛苦苦建立的厝，我啥拢袂用住在遮。妈，你袂惊？阿爸的公司已经倒啊，佮欠银行足侪钱的，这间厝已经毋是咱的啊。你何必讲？你爸爸永远是这世界上介高的人，伊袂去欠人遐侪钱。美惠啊，一定是因创唔对去啊！美惠，今日甲因讲恁爸爸吼公司无倒，啊，即摆趁足侪钱呢。美惠啊，你敢袂记得去哦？讲要带咱来新加坡佚佗，啊，你哪拢放袂记啦？妈，你是安怎？妈，你是不是当我所怪？我带你去看医生好无？阿爸已经死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